光十色嘅大都市裏面，充滿名利同物質嘅誘惑，金錢同權力成為成功嘅定義，令人好容易迷失。必須要有堅定而正確嘅志向，不屈不撓嘅鬥志，至能夠走出俗世洪流。由 jgospel.net 製作，自取之孫子兵法。孫子兵法第一篇始計篇，孫子話要比較自己同敵人兩方面嘅條件，邊個比較優勝嘅話呢，要從5方面去衡量。如果自己嘅條件比較弱嘅時候，亦都要從呢5方面去着手扭轉個局勢。呢5樣嘢就係政治、天時、地利、將領同法制啦。究竟乜嘢叫做政治、天時、地利、將領、法制呢？首先我哋聽下政治。所謂政治就係要得到民眾嘅認同，無論喺逆境艱難嘅時候，亦或喺太平盛世嘅時候，都能夠得到民眾嘅擁護，唔會埋怨，甚至乎唔會怕危險。第二樣嘢就係天時。天時嘅意思好簡單，就係指天氣。雖然天氣係一啲我哋唔可以控制嘅事情，但係往往喺事情發展上面呢，都有莫大嘅影響嘅。第三就係地利。一講到地理呢，我相信好多人都會同意地理係非常重要嘅，尤其是買過屋嘅人呢，亦都會絕對同意。買屋嘅時候最重要係咩呢？就係喺邊一度買，最緊要就係個地方、個地區喺邊度啊嘛。打仗就更加重要啦。打仗嘅時候，你係要遠攻抑或近攻？你係要行一啲平坦嘅路，定係行啲迂迴曲折，抑或係寬闊或者係狹窄嘅路呢？對於作戰嘅影響性呢，非常之大嘅。第四，我哋就講到將領啦。一個將領嘅質素，對於戰爭或者做任何事情都有直接嘅影響嘅。一個好嘅將領，必須要足智多謀、賞罰有信、愛護部屬，而且一個好嘅將領，亦都需要勇敢堅毅，樹立一個有威嚴嘅形象嘅。第五係法制，法制就係講到軍隊組織體制嘅建設，各級將領嘅管理，同軍需物資嘅掌管。以上呢5個條件呢，全部都非常重要，缺少任何一樣嘢都唔可以嘅。你試想下，即使你係有好嘅政治，佔盡天時地利，仲有個好嘅將領啊，但係冇完善嘅制度嘅話呢，咁你其他嗰啲優勝嘅條件啊，都係無補於事嘅。你又可以諗下，如果你係有政治非常之好，又有天時地利，而制度亦都非常完善嘅，但係嗰個將領唔願意去遵守，又唔執行呢啲制度嘅話呢，呢啲制度根本就發揮唔到作用啊！所以你嘅事情呢，亦都會事倍功半啦。所以要呢5方面全部都做得好嘅時候，你只能夠做到上下齊心同有默契，咁樣你只有條件計劃去打仗。若然呢5方面任何一方面做得唔好嘅時候呢，無論你嘅計劃係幾周詳啊，都會好難佔到優勢噶啦。用兵打仗其實係一種詭詐嘅伎倆嚟嘅。你強嘅時候就要令敵人覺得你係弱，你想打就要假裝你唔想打。明明你係想近攻，你就要令敵人覺得你想打遠嘅地方。若然你係想遠攻嘅時候，就要令敵人覺得你係想近攻。敵人貪心，你就用利益去引誘佢；敵人混亂，就乘機去攻打佢；敵人力量雄厚，就注意要防備佢；敵人兵勢強盛，就暫時避開佢嘅鋒芒；敵人容易發嬲、脾氣暴躁嘅話呢，就要挫一挫佢嘅銳氣啦；敵人驚嘅時候，就設法去令到佢囂張；敵人休息休整得良好嘅時候，就要設法令到佢疲勞；敵人內部團結，就設法去離間佢中間嘅人。無論你叫呢啲做詭計，亦或係戰術都好啦，
你都必須要以上提過嗰5個條件嘅配合，即係政治、天時、地利、將領同法制，然後你嘅戰術或者係策略先能夠充分發揮出嚟嘅。